主后2023年5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向主吐露心声，持续得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第5篇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讲，知我的苦情。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听我求救的声，因为我对你祈祷。上主啊，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恳求，搁听候，因为你毋是喜爱罪恶的上帝，邪恶你袂容忍。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面前，做歹的人拢是你所怨恨。讲白贼的，你要灭因；歹人甲奸诈的，拢是上主所厌恶。毋过，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会当入你的殿，心存敬畏，伫你的圣殿敬拜。上主啊，因为对你在长等我，求你照你的公义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因为因的喙无老实，因的心恶毒满满，因的牙后是开开的梦，因的舌咬葡萄。上主啊，求你定因的罪，互因含落家己的计谋，因为因背叛你，罪过真重，求你甲因赶出。所有找你做避难所的，求你互因欢喜，互因欢喜出声无停，因为你庇佑因。愿遐喜爱你的名的人，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上主啊，你要赐福互义人，你要用恩惠，亲像灯牌四面为因。向主吐露心声，持续得力。昨读到的诗篇，互咱思想伫要困进前的祈祷。今仔日这首诗讲到清早的祈祷，清早的祈祷和困前的祈祷应该是无啥相像的。困前的祈祷是咱经历一日落来大大小小的代志了后，来到上帝面前吐露心意。那安尼，伫一日才要开始的透早，要安怎祈祷呢？诗篇第5篇，诗人知影伊所面对的世界是邪恶的、无友善的，因为安尼一开始伊就宣告上帝圣洁的属性。搁因为世界是邪恶的，所以诗人期望上主的保护。伊认为上主的殿院是上好的庇护所。上主的殿宇毋若干那指上帝的住所、会幕，也是圣殿，也象征上主的保护。一日的透早，按理讲是新的开始，做一人的生命生活是延续的。昨面对的问题，无可能困过一暝就全部拢无去，因为安尼，诗人的祈祷分做两部分，轮流出现。一方面，伊对上帝表示忠心。强调伊愿意进入圣殿敬拜上帝，求上帝带领伊行伫正确的道路，祈愿得到上帝的庇护和祝福。另外一方面，伊也祈求上帝定敌人的罪，破坏因的诡计。诗人祈求上帝对伊面前赶出这个敌人，因为因作恶多端，背叛上帝。诗人希望
这人伫上帝面前袂得到恩惠。圣殿虽然是上帝临在的所在，毋过这无代表上帝有义务保证圣殿的安全。伫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，圣殿经历几若遍受毁坏。圣殿会当存在，除了诚做敬拜上帝的场所以外，搁较重要的是教导上帝的子民爱顺坦上帝的心意去行。诗人重视的是对上帝有敬虔的心，因为安尼，诗人伫清早就安尼宣布，几乎家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，因为上帝主爱得到伊的恩典。今仔日，咱的生活也亲像诗人同款，充满各种压力甲挑战。毋过，这个压力甲挑战，并袂伫第二日一透早就消失。所以，伫一日的开始，咱通和诗人同款，向上帝祈祷，恳求上帝保守咱的心思意念。当因由出现的时，求上帝互咱的心坚定袂动摇；当压力出现的时，互咱会当甲压力交托出去；当拄着难解的问题时，愿咱有对上帝来的智慧和能力，通解决所有的难题。生活中有各种无同的挑战，总是伫清早的祈祷，咱通向上帝倾诉心意，祈求伊的保守，互咱得到平安喜乐。生活中无可能无任何困难，总是伫困难中，咱还通体会上帝的恩典。伫面对抉择的时，上帝的心意是咱选择的依据。安尼，咱的确会得到上帝的保守和欢喜。默想，昨日透早，我想要甲上帝讲甚物？我希望上帝安怎带领我一日的生活？昨日透早，我想要甲上帝讲甚物？我希望上帝安怎带领我一日的生活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爱的天父，愿你保守我免受世界的邪恶攻击。当我面对挑战的时，求你互我看见你的同在甲保护，搁较会当活出喜乐的人生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